屯門輕鐵學生擋門事件。各位聽眾，大家好。今日2026年1月20日，屯門區發生一單熱門事件。早高峰期，有2名女中學生涉嫌阻礙輕鐵車門關閉，拖延時間讓同學趕得上車。呢段14秒影片喺網上瘋傳，引起全港關注。以下係事件詳情。事發今早約8點01分，屯門輕鐵站月台，一列輕鐵列車停站落客完畢，車門開始自動關閉。大部分乘客已經上晒車，車長準備開車，但其中一道車門突然關唔埋。根據網上流傳嘅14秒影片，2名穿藍色校裙、白恤衫嘅女中學生企喺車門中間，其中一個用雙手用力拉住車門兩邊，阻止關閉，另一個更伸出右腳頂住車門底部，身體硬擋住。輕鐵車門有紅外線同壓力感應，偵測到障礙物就自動彈開重開。片中擋門嘅女學生大叫 Come in, Come in， 明顯係叫月台遠端嘅同學快啲上車。鏡頭一轉，見到一名戴頭巾嘅女學生同一個男學生由月台另一端飛奔過嚟，邊跑邊揮手。兩人成功衝入車廂，男學生差啲絆倒。見到同學上晒車，擋門嘅2個女學生即刻鬆手，車門正常關上，列車開出。整個過程得14秒，但已經夠震撼。發片網民喺大仲以為中間道門壞咗添，原來係學生特登頂住，阻住人哋反攻得唔得㗎？涉事學生就讀恩平工商會李林明中學，屯門龍門一帶，藍裙白恤衫校服片中清清楚楚。學校回覆媒體查詢，指已接獲家長同舊生通知，亦從社交媒體見到影片，認為事態嚴重，即時找到涉事學生，以嚴肅跟進並作出適當懲處。學生已經向校方道歉認錯。學校仲表示會加強交通安全教育，避免再犯。網民反應兩極，但怒火佔多數。Threads、Facebook 同 Discuss 滿晒討論，好多人批評自私到爆。早高峰已經夠擠，阻住全車人返工上學，延誤1分鐘影響100人。有少數人覺得中學生趕堂好可愛有情，但伸腳頂門太危險，夾傷或電擊點算？根據香港鐵路附例第19條，任何人不得阻礙車門關閉，或喺車門開始關後企圖進出，違例可罰款2000元，甚至監禁1年。輕鐵車門感應式頂腳或拉門容易觸發故障，萬一夾傷乘客，或導致列車剎停、全線延誤。過往都有類似事件，有人因擋門被捕或控公眾行為不檢。港鐵站未正式回應，但如果報警，涉事學生有機會被調查。事件反映高峰期交通壓力大，學生友情重要，但安全同公眾秩序更優先。錯過一班輕鐵，等下一班通常5到10分鐘，唔值得冒險。事件到呢度，學校已處理，學生認錯。希望大家引以為鑒，守規矩，共創安全乘車環境。屯門居民今日搭輕鐵有冇受影響？歡迎留言分享。以上係屯門輕鐵學生擋門事件報道，多謝收聽。